凌霄保电武隆宫文昌帝君金榜题名光明利禄祈福大法会，将伫咧即礼拜登场。主委王大明表示，祈福仪式特别请来总红汉大道长带领参加祈福法会学生、社会人士过状元桥，启造考运亨通，前途光明。配合这个学生囡仔吼，这个机测会考吼，当然啦，这段时间有哪有这个有关这个大学的，也是这个研究所，拢是爱靠着吼文昌帝君啊吼，人啊一生当中，这个公民利禄拢如影随形。当然啦，要考证照的啊，啊要晋级的啊，会使讲殊荣工商，拢欢迎来参加。除了文昌帝君祈福大法会，庙方为鼓励金免向下学生，东港嘛有规划品学兼优学生奖助学金发送，遴选由各级学校自行推荐一名优秀的学生，预计总共有300多位学生得奖。台南市3间大学，啊，搁这个高中、国中、国小，拢总30几间学校应届毕业班。一班选择进来，就是这个猜出啊，哈，学业重要，品德更加重要，就是品学兼优的，所以啊，得奖的300几个，300几个。主委王大明表示，文昌帝君金榜题名光明利禄祈福大法会，将伫咧4月14上午9点开箱。早点颁发奖学金，报名费只需要100块。庙方嘛有准备智慧面、文昌帝君预售，欢迎大家来过状元桥开智慧好前途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